来的？是先有鸡后有蛋，不然你说蛋是谁生的？彤彤姐姐。默默、点点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就先有鸡后有蛋嘛。哎呦，你们小声一点啦！爱莫松松，跳那动通。彤彤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爱莫松松，跳那动通，就是我不舒服，头好痛哦。没关系啦，我想等一下去本性上空就会好多了。本性上空？对呀，本性上空就是去看医生的意思。生病了一定要看医生哦。还有吃药也会比较快好哦。我知道，是不是吃药的意思？没错，吃药就是吃药的意思哦。哇，那彤彤姐姐，我们陪你去本性上空啊！太好了，谢谢默默和点点。那我去准备拿我的包包哦。爱莫松松，我不舒服，头那动痛，头好痛。默默，来帮忙整理桌子。彤彤姐姐，爱莫松松。那默默，你来帮忙擦桌子。彤彤姐姐，头那动痛。默默，吃点心喽。好。哼，就知道你装逼。被发现了。本性上空，看医生，吃药吃药。默默生病了一定要本性上空，还要吃药才会快好哦。有时候你都说我生了懒惰病，有没有专门治懒惰的医生啊？好像没有哦。小朋友，莫松松跳那动通的时候，记得要去本性上空，还要吃药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